约了贝壳的一个老朋友进行一个关于广州房地产的一个专访吧。所以现在赶了就看看一个日程。那现在呢，我就乘坐2号线去我朋友所在的海珠区的这个所管辖的一个区域，跟他会面，一起聊聊关于广州的这个房产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走向。今日請到我哋唐總貝殼嘅，傾下關於廣州房地產嘅一啲見解。因為喺廣州呢幾年咧，從14年到而家11年嘅時間咧，可以講係見證咗佢從一個慢慢起步到高峰期到降到而家平穩期一個階段嘅。廣州咧係從2010年開始咧就係限購嘅，到2025年咧總共過咗14年嘅時間。而家基本上咧係解除咗限購，即係而家成個市場咧就俾晒你嗰個市場化去決定佢嘅情況嘅。特別係2025年啦，雖然我覺得包括我自己收入好、資產又好，都係連續係縮水咗嘅。但係咧而家好多我哋呢附近我所接觸到嘅人咧，佢嘅心態係比較平穩嘅。點解？佢哋覺得話而家基本上咧就話可以揾到一日三餐啦，同埋第二個情況咧可以身體健康啦、平平安安呢個情況下咧，反而覺得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收入最大嘅一個呢種情況啦。最打工者嚟講，打工做嘅特別喺我喺廣州，其實我行過好多個城市，北京啦、深圳啦同埋雲南啦，其他我哋國家嗰邊嘅。其實我20幾年我都始終我係比較中意廣州呢個。低消費，容易融入呢個城市，機會比較多。機會，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向上嘅一個城市嚟嘅。佢未到達嗰個頂峰狀態。因為而家好多嚟講咧，物價係比較平穩啦。第二個情況咧，覺得包容性比較好啦。仲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因為廣州一個係一個比深圳啊、上海仲大嘅城市嚟嘅，仲有佢周邊吸納咗好多，好似你知佛山啦、順德啦、中山啦、珠海一個整體化嚟講，佢交通非常之方便。而家你覺得放限購之後，今年從2024年嘅9月30號到而家，我成交差唔多成10張以上嘅二手房嚟講，佢已經排除咗好多都係靠本地人嚟消化嘅。類似我今年成交嗰個3月份，就算佢3月成交嗰個啦，基本上都係外地人嚟嘅，啱新嘅或者嗰個後生仔嚟嘅，佢哋呢嘅收入咧，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嘅。一個係做老師啦，一個係做教培訓㗎啦，佢哋嘅預算咧都係100幾個。特別喺海珠區，特別喺東莞南呢個地頭，100到300萬以內嘅，特別係再講得準嗰啲咧，就基本上係150萬以內嗰啲房咧係好香，需求比較大，好香。我哋上個月統計過，就係靠啟豐灣呢條市區都係要20套房以上嘅成交量。咁都唔細喎。總嘅放盤量3月份咧廣州市出咗數據啦，二手嘅成交量都過1萬套嘅，都過1萬套。呢個咧係幾年以來嘅最低嘅成績啦。
所以我覺得仲有好多人對廣州呢個城市嘅信心係比較足嘅。雖然咧佢個房價可能冇杭州佢哋長三角嗰邊嗰貴啦，但係咧反而咧佢覺得幫人手長，我覺得係比較啱嘅咯。我自己如果喺未來嘅如果收入呢邊有增長嘅情況，我都係打算喺廣州職業同埋生活。因為加埋小朋友，我都希望小朋友喺廣州呢邊讀書生活咁情況。因為加埋而家為止，我哋好多親戚朋友都喺呢附近住，都喺廣州住，都係廣州，因為覺得習慣咗呢個城市咧。你廣州咧，即係話翻到嚟，我覺得就係消費相對深圳肯定要低，樓價又要低，即係特別咧，你如果唔係話嗰啲做偏高科技嗰類人專業人士，我覺得廣州係更加即係話。適合一啲即係服務行業或者係一啲傳統嘅即係非高科技嘅嗰種嚟新廣州人嚟定居嘅，即係更加適宜，我覺得。冇錯啦，因為點解佢廣州呢個係2000幾年嘅城市，佢可以大拉橫上接觸好多行業嗰樣嘢。雖然佢冇深圳好自信，深圳上海㗎嘛，金融同埋高科技嗰啲新嘅但係佢反而咧係比較接觸好多啲即係下拉橫窗行業嘅人喺呢度消費嘅。以前咪好多批發市場服務業傳統外貿小加工因為我哋係本地大即係對呢啲傳統嘅行業咧，就即係固有喺廣州嘅呢個城市入邊。所以而家咧會唔會話即係啲傳統嘅市場，即係話特別批發大型嘅往外遷咗咧？即係會唔會話對廣州都有一個影響？唔會，都唔會。因為廣州咧，從有數據從疫情前咧，佢可能咧先1000到1900萬左右人口嚟嘅。但係呢疫情過咗後之後，反而咧人口咧長住人口同埋流動性人口咧反而多咗，而家好多2000幾萬。即係在冊嘅，咁仲有流動嘅。流動性嗰啲更加計唔到。因為廣州咧，佢係一個交通嚟講咧非常之方便嗰個城市嚟嘅。長三角咧10幾個城市咧可以做到1個小時到1個半小時咧可以直達嘅情況。佢係一個交通非常之方便嘅。我覺得廣州嘅自古佢係呢個地理上邊係嘛？係，呢個係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嘅。我係好清楚嘅。單從呢幾年，從2000年、2020年到2025年啦，我清新可以睇見到我豐原3公里範圍之內咧，佢嘅城市業務咧係發生咗好多變化嘅。新樓新小區而家係多咗好多，而且都係嗰啲類似嗰啲高標準啦。或者係嗰啲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越地段嗰啲新樓盤出嚟嘅，吸引咗好多外地人或者係新廣州人咧，係廣州落戶啱家講翻我哋自己間，我哋接觸到嘅，雖然咧周邊嘅二手樓嘅樓價咧係比以前咧要回落咗有啲可能係均價係可以20%啦，或者有30到15%之間但係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嘅話咧，佢覺得呢個時候反而咧係最適合啱隔喺廣州呢個時間段，即係更加容易吸引新廣州人嚟廣州生活定居。冇錯，因為我哋知道嘅類似好似前兩年有好多喺上海啦同埋嗰個海南啦、深圳回流嘅人出現嘅，佢反而覺得廣州呢個時候嘅機會有比深圳同埋上海嗰邊做多，特別香港啦、深圳嗰邊回流廣州嘅非常之多。呢個可能又同即係話廣州同呢個喺呢幾個大城市入邊消費偏低，咁其實而家佢亦都係一種即係話相對樓價降到一個合理水平亦都係一種吸引人口等於人口等於個稅收嘛。冇錯。咁你個稅收即係話即係應稅嘅人口多咗，咁你嘅城市嘅活力以後嘅發展就可持續性啦。冇錯，係咪咁理解？冇錯。今日咧，我哋呢附近咧，基本上都係成10幾20個小區係連埋一齊嘅，所以咧住嘅氛圍咧係好多嘅，樓下超市地鐵醫院同埋菜市場同埋嗰啲居民生活熙熙相關嘅啲嘢咧係非常之全完備嘅啲嘢。我都覺得即係因為而家準備嗰個10號線係咪？就喺小區門口。係2025年今年會有。我聽講6月份到8月份就開始全部開始開通啦。冇錯。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我覺得而家廣州反而進入咗一個發展嘅快車道，每一年都有幾條地鐵線咧係開通咗嘅。就係講舊年嘅11號線啦，廣州嘅第一條環線嚟嘅。佢所到之處咧，都係成個廣州非常地標性嘅地段啦，同埋一個老城區啦，方便咗好多廣州人咧出行嘅。仲有咩情況咧？佢非常之方便，基本上咧
半個鐘左右啦，可以轉一轉嘅。第一條環線嚟嘅，係啊！以前咧我哋去白龍山嗰度咧，可能有坐公交車好窒大家啦。而家我哋喺東曉南呢個地頭咧，你唔使轉車，你就去嗰度白色係啦。而且分咗十幾分鐘就得啦。係啊！而家特別11號線，11號線更加好靚，非常之靚。而家我門口都係11號線，係嘛？係啊，11號線同2號線交界。係啊，冇錯。我哋呢個10號線到11號線，就坐一站咧，就可以到公泰里咧坐10號線。係啦，非常之方便㗎，我覺得。真係相當方便。廣州咧，特別喺市政府嗰度咧，政府係真係喺關於民生呢方面咧係投入咗好多嘅。所以我記得而家好多啊 YouTube 又好，或者係嗰啲國外博主嚟好，覺得哦原來國家政府把很多錢放在啦民生嘅基礎建設，係啊冇錯啦，民生基礎冇錯啦。所以呢樣嘅情況下咧，反而咧係俾廣州一個好大嘅潛力話個發展嘅快速。唔係有句話講得好咩？即係從改革開放嚟睇下，我哋中國有句古話咧叫咩咧？優享富，寫小路交通一定係大家出行做生意或者生活一個必備嘅第一個選擇。路通財通，人通，冇錯啦。所以咧，我覺得歡迎大家到廣州嚟玩咯，你感受下廣州，或者見證下廣州可能最快發展快速度一個上升期啦。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都翻嚟行下啦，我覺得可能有幾年未見過何生啦。唔知何生覺得呢幾年廣州發展嘅大唔大咧？變化大唔大咧？俾你嘅感覺到係咩情況咧？我覺得咧，廣州咧，即係特別係喺一啲新開發嘅區域咧，即係其實就真係翻天覆地。咁可能老城區咧，佢可能係有歷史嘅呢個底蘊，所以佢保護起身。所以咧，即係話老城區嘅變化就唔大，不過道路啊各方面都係即係全面翻新過嘅。即係包括我哋自己嘅老屋啊，我哋喺北京路啊，或者係喺其他嘅，即係話啲老屋全部，即係啲原生我哋嗰啲社區全部增設咗有啲老人設施啊，或者係配套嘅社區嘅老人飯堂啊，啲道路全部瀝青重新鋪過。係啊，咁啊另外咧，即係話好似而家咧仲有一個每月可以提供，即係如果你有困難嘅老人家，佢每月社區咧可以提供唔知幾多個，可能佢會視乎你嘅情況，提供幾多個鐘嘅上門服務嘅。咁啊平安鐘嗰啲不嬲都有嘅。咁咧其實我覺得真係你話翻嚟養老特別係即係話喺海外嘅時間內嘅，又即係話想喺度即係話落葉歸根嘅，其實我覺得廣州真係個好地方。包括我琴日同一班即係聯合國啦，我琴日我哋出去食飯，真係幾個國家一齊翻嚟，同學都話，即係老咗咧，即係仲係可以自理嘅情況下，其實都係想翻嚟廣州，即係過一啲可能一半一半啦，即係候鳥式嘅。咁因為畢竟家人喺外邊，咁可能盡量多時間翻嚟廣州啊、國內啊旅遊啊，或者係即係話生活啊。因為呢度畢竟都係喺度大噶嘛，你有感情有你嘅感情同埋一啲人物老同學老朋友所以啲嘢好難割捨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呢代人都仲係即係話好有呢種能夠翻嚟嘅，就多啲翻嚟感受下祖國嘅建設明白。唔知何生有冇留意到特別係越秀下海珠區呢幾年嘅，特別係對翻嗰啲老城區啦有歷史文物建築啦有個好重要嘅事咧，我覺得政府呢件嘢做得非常之好，係咩咧？即係對於有20-30年以上嘅樓齡嘅房源咧，以前係冇電梯嘅，而家政府嘅話咧，佢大力發展、大力支持到嘅情況下，基本上而家有好多嘅小區而家加咗電梯嘅。因為點解？我知道嘅，我身邊嘅好多阿叔阿姨啦，佢係對廣州呢個係好重嘅情節喺入邊嘅，佢願意喺呢度生活。都唔想話可能有啲唔想話同仔女或者出國咁嘅情況佢仲想喺呢度住嗰時咧，佢爬樓梯爬唔到嘅情況下咧，政府咧呢幾年嘅大力嘅支持到加咗電梯。其實我哋好多以前嘅老屋即係都加咗個電梯，其實費用好平嘅，係好平，從幾千蚊到萬零蚊都有。咁而且咧，你裝咗電梯之後咧，佢即係區同埋我唔知係區定街道居委啦，佢額外你可以申請10萬蚊嘅電梯維護費，係專款專用嘅。冇錯。其實我覺得亦都係即係話對呢個保障居民，特別係高樓層嘅嗰啲老人家，係啦，新呢方面嚟講，係啦，係啦，我覺得呢一點，因為我哋做呢方面㗎嘛，居民咧支持性也是非常高嘅，佢哋都話好似就係呢2-3年時間之內，我覺得雨後春筍嗰個多咗好多嘅，而且好多居民反映咧就咩咧？做得非常之靚，佢唔單單係裝咗電梯啦，連成個空間咧，走廊空間全部都翻新。係冇錯，即係亦都係嚟一次提高咗好多嘅居民嘅生活品質。冇錯，呢個感受。咁其實我亦都諗深一層啦。其實你咁樣一
因為廣州其實有幾個電梯大公司喺度，比如廣日啦，同埋奧的斯都有分廠喺度嘅。其實本身就係帶動咗呢個電梯產業，同埋你跟住落嚟嘅社會，即係話維保嘛，你電梯後面有個維保，咁其實亦都係帶咗一大片嘅一個專業嘅一個社會服務嘅呢個行業出嚟，其實亦都係增加就業啦。我覺得一舉兩得，我覺得其實非常之好嘅呢樣。即係依個政府依個設計，依個初衷亦拉嘅利是啦。係啊，我覺得其實嗱，你睇下廣州咁多舊樓，所以而家廣州未變得好多人係廣州幸福價比較高好多嘅。係我認同嘅，呢樣嘢我絕對認同嘅。我其實覺得廣州人好幸福嘅，我亦即係話好歡迎啲新廣州人。其實即係所以廣州包容就喺呢度，即係希望全部為廣州做出貢獻嘅人都得到呢個社會嘅幸福同埋肯定。我都知道啊，後生喺呢度住咗幾廿年嘅，都知道廣州嘅物價係好實惠嘅，好平，好咩嘅。所以呢一排翻嚟過，有冇出去行下或者到處咩啊？即係我咧就中意食嘅，咁其實咧喺廣東咧講飲食咧，就因為其實中國我去過好多地方，咁海外亦都去過好多地方。如果講到食咧，咁可能我個人口味啦可能都係廣東味，咁即係唔係話即係話其他地方嘅嘢唔好食，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廣東呢邊嘅飲食咧，即係比較符合我哋廣東胃，特別粵菜啦，係嘛？即係當然佢廣州又好特別廣州咧，其實好多菜式佢都有，你可以任君選擇。即係包括你因為廣州係一個好包容嘅地方，咁你四湖五海人都喺呢邊生活創業咁樣，其實你想食到乜嘢你都可以食得到。咁當然我哋係廣東胃，粵菜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你特別喺廣東範圍，因為我哋廣東人中意食新鮮。特別喺我哋海外，你係食唔到嗰啲咁多嘅河鮮海鮮嗰邊都仲係有海鮮你係食唔到嘅，而且係喺海外邊食嘢咧相當貴嘅，喺呢邊相當受惠。其實你2、3個朋友出嚟，300蚊到就已經 OK 㗎。你只不過你開部車稍為遠啲，咁坐喺個江邊。嗰日我哋就坐喺江邊食住河鮮，哇！簡直係人間享受啊！真係㗎。所以其實我覺得點解其實廣東人。特別廣東係福地嚟嘅，我覺得特別廣州廣州更加係福地。講到食嘅情況下，何生，我記得你喺順德人嚟嘅喎。我半個順德人，半個中山人。有你話食咗順德嘅話，順德菜係廣東粵菜嘅代表嚟㗎。應該咁講，係食在廣州，師出鳳城，鳳城就係順德嘛。所以咧，順德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廚師之鄉啦。所以其實你海外翻嚟嘅朋友又好，就算即係話其他省市嘅朋友，而家其實順德都係依家個網紅地嚟嘅。明白。包括即係我哋喺海外亦都知道，即係話好多人翻嚟就係食順德味。順德啲嘢咧以清淡新鮮，特別係魚係特別好嘅做得。因為佢仲要係特別係鰻魚，全球嘅90%產量喺順德出嚟嘅鰻魚即係嗰啲我哋叫做線90%10條線9條出順德嘅，所以咧順德確實係一個美食嘅天堂。所以我老咗我都想翻順德慢慢揾一個地方唔一定買啦租落。慢慢食，我覺得你食1、2年係食唔落嚟嘅喺順德，係咪先？冇錯，因為太多地方啦嗰度。冇錯，翻嚟行下，都翻嚟睇睇。我覺得都歡迎大家一齊咧都翻嚟走走啦。好，嗱得。咁今日多謝唐生嘅專訪。大家咧如果係有置業喺廣州嘅，咁到時候揾下唐總。到時咧我喺 YouTube 嘅下方咧，我會留一個通訊方式。好唔好？多謝。如果你支持嘅，請俾個 like 我。如果你有其他唔同意見嘅，請喺評論區分享你嘅意見。多謝。